Orientation is locked. 不过变做咱有动作时，但是咱摕牌仔出来时，咱毋知影讲是毋是。即台，敢是安尼？插起来。这个工作刚刚有看过。遮嘛开始啊是无？袂啊。遮已经开始啊。我嘛开始啊。开始啊吼，就是就开始，就是莫练去。靠这个电视的开始。对。安尼无好啦，安尼啥啦。咯？因为我看无迄个 monitor，毋是讲screen 看袂到。对啊，敢毋是看袂到，反映你。咱个动作毋知是毋是有走出去外口。对啊。袂啦，足快的。对。规个碰伊拢翕袂着啊。对啊，阮看会着，阮会甲你叫发。是安怎无要？因为无法度啊。无法度，连袂起。无，若无法度就直接开始后。吓，30分啊。我开始咧播啦吼。我手机嘛足暗，你手机较光。开始啊！大家有欢收看《建国之声》第7集。今仔日是咱2019年的第2集《建国之声》。今仔咱想要讲一个主题吼，叫做武艺甲建国的运动关系。常常真侪人会感觉讲，建国是安怎会甲武艺什么款的关系？其实这尤其是伫台湾啦，武艺甲建国之间的关系，照讲是咧绑了非常亲。今日咱的来宾是哪一环？今日才无衫光线，暗搓搓。暗搓搓。会我像巧。淡薄暗搓搓。讲我全无光线，是啊。是你的面较乌。我知影，参伊遮拢无啥光线。迄边较光，比这边较乌。我知啦，我是讲，因为参伊遮拢无光线，到我遮当然搁较无光线。嘿啊。哦，小可等下个礼拜咧，一个。有迄工商服务无？无紧，主持，趁即摆男朋友入来，即摆来超一个光线。是哦。当遮拍出去。嘿。直播主持人调光线。嘿，我过来啉一下米油。安尼。无正经是安怎笑的？倒我笑啊！哦。不能食者是安怎咯？好啦，互阮食啦，莫安尼，莫遮尔土者，莫遮尔小口。我敢会放弃的。即摆刚是咧直播要出代志的。安尼做会歹。干足光的。拄仔就是你画小光的，叫我刷就全部无。好啊。好啊，等下个礼拜咱搁继续拉赛者。即摆刚有翕到我的骹。无恁两个拢在迄边好啊。是倒一边啊？你是咧讲拄？哦。趁即摆男朋友入来，这工商服务时间，这是咱大派的朋友，友情开店做，点心做食。若是想要知影会倒一间会伫咧老的。下骹有可能会老，嘛有可能袂老。互恁提供者，这用了最实在。这用了最实在，这用了拢是会了钱的迄种。这用，就是店会开袂落去的迄种料，就是买一粒就了一粒的迄种料。即款的店伫中华民国是面对台湾的社会要生存落是有较困难。对，我袂甲你讲这是啥物人的小卖店。别人的小卖。别人的小卖店。对，这是别人的小卖。伊讲，咱即摆，伊讲即个是迄路的呢，咱搁重开好啊，即个重开，伊讲无看的。伊讲画面是乌的 ，YouTube 这边，嘛记你迄边照播。即马搁继续。系啊，继续搁继续。咱继续来讲。
是定我诶。以前看你的手机啊。哦，我咧看人应话，嘿。我调 OK。诶，好，安尼来感今日的觉是定题目诶。你看者，我看者今非日的建国之声嘛是欢迎大家来唱歌。你讲安尼，你无要唱，你无要唱歌，我就要唱歌。对我定开。嘿。安尼咱要一哦，咱这边是黄的。好，安尼第一个主题就是讲我不要用你甲建国有相关的。武艺，啊，武艺甲建国的运动关系。哦，啊，要讲到武艺甲建国的之间的关系之前，咱爱先讲一下物件。虽然讲这个话头，我要甲其实飞腾直播播掉。这个话头其实忘记啊，换就换。建国是安怎建即马国？是啦，这张新啦。啊，我感觉袂使。袂使，还是要定开。我相信这个问题对足侪建国派，尤其是会来收看咱建国之声的人来讲，其实这毋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安怎一定爱讲武语，是安怎一定爱写台语，是安怎咧？咱也风格，哦不是啊，就是想咱，我直播已经定开好啊。因为即马画面是换的。哦，等下哦，迄个直播先开一个。对啊，搁开一间，因为今仔有网络有问题，反正所以。今日技术上的问题。系啊，技术上，技术上。技术上的问题，因为国安局一直足啰嗦的，国安局一直向电波。